做事业如果成功失败，迄意思。但係做嘢要功德幫助人，本唔講因為而係就有慈悲、有正義感，俾人留喺後面，比較更有意義。我就係看法。靠阿妹嘅善忘堅持，還有去做工賺學費，曾順利對大學畢業嘅葉準輝，因為從細就經鍛鍊起家，曾做得拖出社會創立製品廠，經歷過幾下擺虧損過後，喺競爭激烈嘅同業當中，用發千多擺黃二馬頒發嘅年度國際優秀供應商獎。不過對台灣島陳俊有駛到泰銖石廠嘅葉準輝，喺一道人生風景嘅流轉當中，佢感覺最詫異嘅唔係事業嘅成就，永遠係佢身邊嘅人。江蘇省泰銖市喺江蘇省嘅中心區域，此股就有水陸有情、咽喉俱全嘅講法，係創業嘅交通通道。葉準輝愛駛工廠嘅時節，就因為體力交通唔方便，佢選擇到泰銖來駛廠。小孩嘅時候，常常因為愛蜘蛛做乜嘅，就可以將愛線從呢邊來到那邊去。難道佢係曉飛嗎？我母親呢就老愛講。愛蜘蛛嘅係唔曉飛嘅，佢係從一隻木葉開始點一點去完成佢嘅夢。聽到嘛？二月落去行下子喎。唔行嘅話，腳就曉一條喎，就曉橋喎。走條下朝都可以去行喎，啊？哦。哦，啊我係爭過嚟睇路啊，我見到在睇照喎。20年來，葉準輝大體就會坐定比人機，喺空中比來比去。對一個地點走到幾個地點，對一個都市走到幾個都市，串聯同鄉之間的兄弟情誼。喺旅途當中難得有限的時間，佢就會拿定手空的佛珠，一粒一粒來種飲。味道唔單淨係切家同屋企人。未必到當到工作上的同事，還有事業上互相聽數的強盤。差唔多上拜轉台灣啦，14號，今月14號，今月14號再去看下屋企啦，看下。阿咪啦，跟他賴子啦，葉準輝老兄弟姊妹，呢度做得從頭進來看阿妹，陪阿妹講話，故所都係托太切，強係照顧阿妹嘅老年生活。一下國家人向下看呢，就係阿妹99歲大數時節嘅紀錄影片。也係葉準輝同阿妹99歲嘅時節，替自己盼呢做數晚宴，感恩阿妹對頭擺到一下為家庭老生人呢付出嘅辛勞。
小时候，细个先食唔饱，阿妈都宁愿自家唔爱叫人食，自家饿肚子。叫在就撑到饱饱，佢就冇得食。阿爸咧就比較有督到少，所以就在外面當飛機，阿咪就在屋企當耕田，所以就好辛苦在家庭環境唔好嘅時候，還可以大家互相幫助，很認真的去讀書，所以也都係阿咪阿爸嘅功勞。就算屋企環境唔係當好，阿妹還係設家老5個成人嘅土多胎，堅持客家旗下百年嘅傳統，佢就係無論樣嘅天初嘅本下一代受教育。冇像其他族群的人做從雙重的農業文化，客家傳統做從教育，也愛將希望成人的成長學習有成，做得有穩定安穩的條路。下一代唔是個耕田為生就好嘅。感謝爸爸媽媽啦，係嘛？養聽下條啦，作一條教育下條啦，供下條讀書啦。小時候一定要好苦啦，生活好苦啦，對。媽媽也好辛苦啦，係冇。不過雖然葉俊輝照阿妹嘅希望，冇在個務農為生，還是為一個當有成就嘅台上大頭家。不過未因為從年理想生活，無法度好好照顧皮蛋阿妹，也一切係葉俊輝成功度千大嘅遺憾。做唔幾好地方嘅，就係因為嚟大部分時間都在中國大陸地打拼做生意。每個月最多一次或者2次轉台灣去看佢，多數時間呢都係阿姊、老妹、細佬、老太嚟看顧啊。我母親有冇公園來行哦？嚟公園行哦？有冇？有哦。有開啥？哦，係咩日都來哦？係啊。哦。去嚟行哦？哦。定緊落嚟行好唔好？啊？定緊落嚟行。是，為我哋兄弟姐妹做好多事情，做太難無記咯，太多了，反正母親嘅愛係非常偉大。葉俊輝老婆娘2-3年，因為從年都拖大陸工作。葉俊輝嘅2個奶爺咪係教本阿妹來吐，嗰時葉俊輝嘅奶爺咪都做得體會到當年阿婆照顧阿爸嘅幾分慈愛。雖然無法度皮蛋奶爺成長，不過葉俊輝大擺轉到台灣，都天初愛老奶爺向海泡咖啡講一下話，盡力去表現一個做阿爸嘅關心。阿爸係個好隨和嘅人，即教育好公允。拉出境佢都教，有條睇老闆啊、正常認識啊都教。要喺度創業嘅時候，加一條好朋友、好同學啊，兩個人，根不管就係你喺社會地位極高極低，佢都兩個人都交往。好穩妥啦，反而好勤勞啦，識得苦啦。對我哋都好啦。身為最大嘅奶爺，對
對後生世界卻已經開啟舞開經濟。就算無法度超群照顧阿妹，不過還係希望透過自家對後頭的重視，幫自家的奶爺、老太老妹做出一個做阿哥的示範。佢們相當重視老朋友之間的感情。今半夜佢就主辦的華僑高中同學的聚會，將來老大家強海打嘴鼓。我們這些老同學啊，從初中、高中，大家一齊讀書，大家生活在一起，讀書在一起，所以感情啊，特別。1988年，就到大陸去發展的葉俊飛，當時有機會做得老華僑高中的老同學聚會。不過當年的大年初四，天才會找老同學共下食飯，彌補無法度長途出席同學會的虧欠。52年的同學感情，到一下都還做得繼續聯絡，實在係非常難得的珍貴緣分。40-50年能大家在一起，甚至我們一年會到國內國外去玩一次，大概一部遊覽車30幾個人、40個人都有，所以大家都是很熱心的，這個能在一起很不容易了。老同學嘅聚會當中，就得看到葉俊飛嘅婚當中轉到後生調嘅世界嘅單純笑容。對於葉俊飛來講，學生嘅時代嘅情誼係最單純真心嘅。尤其係同宋長紅作為啱多年，難免會有利益嘅衝突老盤算。嗰時葉俊飛未行較真實，也份單純嘅同學情誼。廿集就係我班長，初中、高中一路都係佢做班長，所以你看看做班長特別辛苦，條藍帽都冇一隻咯，所以10隻講條9隻虎，其中嘅9隻虎之中一隻，好有成就，好大條，希望在以後我哋係繼續大家保持身體健康保持多啲來往，多啲聯絡。人生樂在相知相惜，萬貫銅錢難買真心。老同學之間40多年嘅感情，唔好因為時間太長嘅就淡脱，咩唔是用金錢去計算，連到一久一見天。人生還有乜嘅事情比一個還較難得？身為曾進台上協會容易會長嘅葉俊飛，對人真誠，做人大方，對鄉下土地享奮鬥嘅台上強盤，總係當一心。在深圳呢，有成立嘅台上協會，台上協會就專門處理台上在大陸遇到一些困難。到大陸去發展，除咗布局事業，對於葉俊飛來講，關心病人、服務社會嘅觀念，比做事業還較有意義。就88年、89年、90年時候，好辛苦。兩岸冇交流，靠自己，所以單打獨鬥嘅好困難。所以90年時候咧，在深圳咧
要成立嘅台商協會。陳俊台商協會成立，葉俊輝就開始擔任幹部。26年嘅服務當中，葉俊輝秉持從細就學到為助人為快樂之本嘅信念，幫助台灣鄉親，為台商幹部留家屬服務。而講到台商協會一會長，台灣鄉親就有滿滿嘅尊敬同感謝。剛開始台商來這裡開創社真的是很艱辛的、很困難的，你們大家也都知道的。但是台商協會成立以後，也幫助很多的台商解決很多問題啊，比如說海關的問題啦、稅務的問題啦，還有那個這邊的那個各方面領導啊，還有互動，這些都是很重要。台商到大陸發展的時節，都好係文化大革命過後，人老人之間東南相互信任的時期。看到安尼嘅情況，葉俊輝很確知道應該留台灣人慈悲為懷、關心病人、服務社會嘅觀念帶轉中國社會。賴子醫療器材，成績非常好，非常優秀。高中初中考高中之後，考到500幾分，超過本地生10幾分。當然唔到嘅學校，佢咪話台商協會嘅申請，都落去咗讀，佢咪考上廈門大學，畢業就見到大學畢業啦，所以好多一條台灣主題，在嘅大陸表現到都非常唔錯。他把工作換着，義不容辭。來幫我們台商所有的會處理一些問題，像我也是一樣，我剛來，我很多事情，我會多麻煩請他出來幫我來處理。以前讀書係中華傳統文化倫理再過嚟係宗教嘅啟示啟發。按用係覺得真係慈悲，就佛家的精神這個謙卑就是儒家的這個主要的這個我們這個為人的這個條件地圖唔會比，韓式時節阿美講嘅故事。本葉俊輝學習到地圖點清又善忘堅韌嘅正面精神。身為陳俊台商協會榮譽會長嘅葉俊輝，對人真誠、做人大方，對鄉下土地鄉奮鬥嘅台商鄉盼總係當熱心，唔過行事要當大挑。葉俊輝就係眷屬客家權謙、守本分嘅最佳典範。台商協會在深圳打拼嘅20幾年，唯有800台商受到深圳市政府推舉為台商嘅代表。2011年。48位陳俊榮譽市民當中，有8位台商，也咪係30年來頭一擺有台商得到一個榮耀。葉俊輝就係其中嘅一位，是知名國際榮譽市民代表。做得到4500位台商當中得到一個光榮，就係因為葉俊輝有擔任兩岸橋梁，積極服務台商嘅這份熱心。客家的手指甲，在呀大陸26年啊，今仔27年開始，尤其是參加呀台商協會，還有其他嘅商會，交往結識好多嘅朋友，從一條朋友之中咧。從有商人之中咧，從有
壮观两头之中呢，學到好多。客家人哦，客家人自有歷史來，都係一隻非常刻苦、勤勞、打拼嘅硬頸嘅精神，買事情都講我一定要做到，所以不管客家人係男嘅、女嘅，都係非常認真、刻苦勤勞嘅去工作。1988年，葉俊輝頭40歲嘅時節，轉到主席地廣東，留華權香港嘅陳俊經濟體系作為大陸發展嘅開始。身為進入大陸設廠嘅早期先鋒者，佢對於來到大陸嘅台商後輩，總係當可以用假經驗來協助。謙虛低調、眷屬本分嘅葉俊輝，對阿尼嘅成法都滿意。因為自家腳踏實地嘅熱情，喺家人生當中，大家都係朋友，無乜嘅天然。發發嘅廠房是由從頭有人來巡視同關心。既然推舉天二線嘅葉俊輝，又係靠萬人嘅幫助，爭做得踏實咯。那個的話，我看的光滑度沒有以前的樣品好哎。要哪一個？最後還要塗層油啊？這樣啊？還要擦一層，還要擦一層啊。1988年，陳俊經濟體系因為離香港當權，對嗰時台灣已經有第三梯進入大陸，按你彎彎歪歪嘅路途來講，陳俊有交通上嘅便利性。沒冇想到，身為早期進入陳俊嘅先鋒者，葉俊輝一做就係25年。第一擺出來，剛開心情。好，七手八下啦，呢個地方，喺種地方咧，你唔咩好了解，但係比較工廠輸入技術嘅元素，所以之後離開。台灣嘅家到台灣，1988年落戶到廣東嘅深圳嘅工廠，當時一無所有，來到深圳，沒有水，沒有電，沒有電話，但係台灣生意人咧適應能力咧非常強，所以從一60幾年來，從沒有到有，唔準咧嘅感情更係非常嘅深。所以在1997年嘅時候，第一次得到亞波吧，已經有獎牌，含咗供應商獎，含咗係世界性咯。25000家企業推上技術家。一開始啊，你沃爾瑪是不是你在負責？你看一下今天這個。1997年。葉俊輝嘅製品廠喺15000家企業當中表現當優秀，得到王爾瑪供應商獎嘅殊榮。
含到2002、2006年嘅時節連續得獎，也係葉俊輝同事業上最歡喜嘅can廳。葉俊輝講做生意無天操做得賺錢，唔過做得本世界性嘅沃爾瑪公司can廳，含本沃爾瑪嘅頭家親身來頒發獎項，真係係最大嘅鼓勵。因為都市規劃嘅關係，這家老同事實為事業3萬大變過嘅創風，已經全部炒槍槍嘅，變做一堆一堆嘅鴉片。特別看到，仲係本葉俊輝心肝肚吃到都唔盼的。但是以後呢，這邊要蓋龍港的地標，2棟75層樓，2棟55層樓。蓋好之後，我還要再回來。雖然離開咗生活25年嘅陳俊，不過葉俊輝冇本佢大忘記，連到當家就拿出精神，繼續3萬簽下一個發展嘅基點。10年前，人家你看到人家規劃唔錯，今年農曆年過後，就開始將工廠搬到人太久來，光景好唔錯，廣順人呢非常有文化，所以今日制度比較健全。對陳俊到廣蘇，硬體行嘅辦錢係路通行嘅線路。不過很困難嘅係，當年大部分對四川來嘅後生員工，做出到陳俊落地生根。像田定工廠去廣蘇，還愛貴一家田曬過去，討情感老生活風，很卡冇咁簡單。這真的是辛苦，是農曆年後我們要搬工廠過來這邊，深圳的幹部來這邊並不是很多。這個的話，這個都給他們規定啊，一天採多少板。他還是深圳來的。深圳啊，你看那個是他今年帶過來，他侄子。8年多啊。8年多啊，那個羅立東呢？羅立東上富貴社。也8年多，可能。8年半了，那邊做了8年半。應該是22歲吧，02年的時候到公司裡面，剛開始的話也是做過普通的員工嘛，是吧？然後在過1、2年的時候，就到外面去其他廠裡面啊，跑業務這樣，交流一下，然後看一看，也是因為我們會長給我這個機會了。好像工人有的時候，像家裡有事嘛，不是請假嘛，忽然之間家裡打電話來有事，請假，你要大老闆就會給他一點路費啊，或者一點那個鈔票啊，給他回去，處理家裡的事情好了之後再過來，他就會經常這樣，我都看到很多次啊。這個那個羅立東他服務員。哦。是那個羅立東他服務員啊。那個2個是他小孩啊。每次都是放假時候想過來嘛，回來看看。早點晚一點我們就回去了。葉俊輝對員工除咗工作上嘅關心，還有對生活嘅照顧。有需要嘅時節，佢咪會親身到員工嘅屋企去行行嚟，看看那情況。董事長的為人呢很和藹，就是說對我們都很關照，可以給我們一個平台發展這樣子。我們新來的人員他都會很指導、很認真的去交代我們啊，去
教我们。艾琳，你老婆也在深圳认识的？不是在家里，在家里呢。那是哪个客人的货啊？诚恳、信心，哦，呢種係基本做人原則。所以我對朋友做生意也誠實、誠懇。做定輕鬆簡單的生活，起定天通吃行茶，一些都看唔出來係董事長夫人。佢係葉俊輝嘅伴娘，咪係托葉俊輝生命當中最重要嘅一3年。伊做嘢工課啊，阮內底管得好就好啊，對吧？他管外面的，我們管裡面的。真的沒騙你的，外面不用負責，外面很重要嘞。兩公婆內外分工，葉俊輝主要負責外鋪發展業務，伴娘就負責工廠內鋪嘅巡視。當日起定天通吃行茶，土廠佢地杯來來回回，檢查每個單位嘅進度，關懷每位員工嘅狀況。葉俊輝講，伴娘勤儉刻苦。太體就係以廠房為家，本土老輩大病嘅設家，從來唔是去受按到工廠地位嘅事情。哎，小妹。幫忙一下，哎，打包起來。今天吃很飽了，這個吃不下，所以打回去給太太吃了。這個泰州的名產河豚的。就算出外去食飯，葉俊輝都冇唔記得伴娘最好食嘅鳳燒河豚，會打包一份帶轉去。今年年初遷徙工廠安泰嘅工廠，葉太太就係留葉俊輝聽數最重要嘅人。看到伴娘為一件事情做到咁辛苦，伴葉俊輝吃到非常感謝，又千唔盼得。辛苦操勞，瘦了10幾公斤。从52公斤瘦到现在58，原来46。58，现在剩下45、46了。太辛苦了，搬新工厂，吓死了，太累了。张经国的那个工资你就给他。哦，好，我知道。6月份的就不管了，就7月份的我一定给出他，是不是这个意思？你来，我就送。過去40年來，我老家喺父輩喺行業父輩做生意，現在40年後，父輩都全部都退了，家天一退，也老我一齊做生意，希望我嘅年輕嘅愛生也能夠老家天一退人一齊做落去。2007年，拄好係準備勞工廠駛到江蘇嘅關鍵時期。不過同時，咪係當到老葉準備向海開廠工廠大病嘅老工神，一個進入退休之年嘅時節，就頭一個清강嘅時期，拄好請外省嘅來接幫，咪為新工廠帶來新風貌。主要今日之前係幫手去看外面外加工嘅驗貨，今日主要嘅所以我哋自家工廠有在做，都自家喺生產管理方面主要，還有倉務方面。收新聞幹嘛？對。不然他拉一條線過去，他就。還有一些像這個新北、西藏一些摩天之前，全部代理，全部代理。其他40年來所做都係苗栗嘅
兼工厂制造的工作，所以今年以来學業務嘅老年客聯繫，所以10年來亦陸續培養一啲年輕人。每一次在國外嘅展覽陪同我一隻外省去看去所有國外嘅展覽，介紹一條老客戶本件意識，也時常提醒佢外國人對工作嘅認真嘅態度。那个刺的那个的话，我看的光滑度没有以前的样品好哎。你说哪一个刺？就这个了。还要涂一层油啊。这样啊。还要擦一层。还要擦一层啊。对，才会光亮啊。因为我看有，因为我看到有。 25年後，對應工廠使到公司全新的景象，推薦二線嘅葉俊輝，未來事業悄悄地傳承本出的老外省，支持兩個後生人的想法，未鼓勵後生人用自己方式，這個開創產業的新生命。安息時節，屋下環境當貧窮嘅葉俊輝。 因為有阿妹嘅堅持，還係受到完整嘅教育。感恩阿妹栽培嘅佢，為做乜嘅事情來鼓勵教育呢？主要鼓勵學生同埋老師，老師認真教學，學生認真讀書，主要鼓勵一種字。 那些含着飛揚區、三寶管理區的上梁小學。校長，哎呀，你好，高雄高中啊，高中太好啊！还有大陸在這個18、19年前的時候，尤其是在這個鄉下農村的學校，好貧窮。我們注重教育，在18年前呢，成立一隻基金會。 對我哋嘅支持同埋鼓勵，從小學、初中、高中到大學，一切都鼓勵我哋愛認真學習。然之後，點解我到咗小學嚟就感覺有一種家庭嘅感覺，即係一切成人啲成長，然之後一切受到人哋嘅支持同埋鼓勵，將來係感覺非常良好。就是我爸爸生病住院了，可能這個獎學金對我們家來說，就是上大學比較有幫助，而且董事長他這種就是這種關愛，然後就是這種對我們學生這種的幫助，這種精神就可能非常的讓人家去感動，而且以後也會讓我們學會去感恩。 葉俊輝嘅阿妹十分注重細人嘅教育，故所就算家境貧苦，未唔本五個細人嘅放棄學業。事業有成嘅葉俊輝就用阿妹嘅名義成立嘅總理級獎教獎學基金會，聽數阿妹家鄉嘅千萬細人嘅完成學業。 葉俊輝講，亦係佢60年嘅人生當中相當重要嘅一件事情。今年葉俊輝嘅決定，留下18年來所有受獎學生嘅名單，好好來做整理同記錄。
佢看到，加例子，幫佢用啲名義來做一條事情咧，幫助一條貧窮嘅學生，而家覺得好開心，好樂觀嘅人，所以一條好事功德咧，對阿咪嘅開心最重要，所以開心人就健康。一裝呢基金會啊，即講18年來持續不斷嚟講支持我哋學校從除咗將高中學扶貧助學之外係支持我哋學校建設一校門建20萬建一新校門有老師教學都係學校教學有非常大嘅激勵作用。就因為秉持安尼鼓勵教育嘅精神，葉俊輝喺成立基金會過後，當然佢有時間天初會親身到學校去視察，關心先生嘅教學品質，老學生嘅學習狀況。董事長為家鄉造福帶給孩子們福音同時呢也促進了我們家鄉教育事業的蓬勃發展這個都非常好特別是在董事長的鼓勵下、鼓舞下也有很多的那些熱心人士，他們都積極的踴躍參與到這其中，這也是董事長的這種熱心所讓大家都進來參與進來的。身為陳俊台商協會早期幹部嘅葉俊輝，對一下就得看到台商子女學業上優秀嘅表現。佢講也比看到自家事業上嘅成功，更加有意義，更加歡喜。除事業之外，還有另外一件事情係佢生活上親大嘅創新。葉俊輝積極參與葉氏中心會嘅發動，希望透過行通，老省中對人嘅祭祖文化好好傳承下去。就是回到廣東的老家，本老家係葉氏，係宗親兄弟，因為來可以帶領大家將祖先馮春公理事會、馮春公嘅墓園公園整理好。我哋3萬平方米嘅一隻墓園嚟，而家改成公園，差唔多。冇完全完成。兩岸橋梁服務鄉親，葉俊輝熱心推廣，還個積極保留祭祖文化，本大家對佢都非常信任。大家向海推薦佢做理事長，來帶領整修墓園嘅工作。喂，阿8年哥，快點走。好，不過葉俊輝講，愛騙人相信唔愛做嘅係非常冇簡單嘅事情。到一下3年嘅時間，已經有為一些成績，未曾做得本大家繼續為祭祖嘅傳統來努力。葉俊輝未積極邀請地方有力嘅人士，還有企業來做理事。希望鄉下協助祭祖文化嘅推動，愛後人都做得了解緬懷老思念感恩嘅精神。也成立到理事會之後呢，就在2011年開始呢，就正式咧
将台湾的自主仪式呢，就帶轉大陸來開始。因為2014年呢，就馬來西亞一條客家子孫呢，也轉來參加也自主了。都按14年一條中青嘅公益事業，佢唔單止自己以前作則出錢出力還仲係啲啊特別做係啲啊彭振公一條公益事業以後佢同法通人到自家親力親為。所講係啲一個彭村搞到要經驗有成績，有完成係啲嘅進行個理想上嘅帶動下所以講係睇嘅人又可能係啲嘅入先嘅當係大家都積極地參與出錢出力。葉俊輝講，其實佢無乜嘅大志向，咩無乜嘅動態嘅理想，從一個對種下成長嘅貧窮青年呢。都一下做得當熱食到飽，佢已經無乜嘅遺憾嘅。要有一個美滿富農嘅家庭，老當到位老朋友，真然當滿足嘅。我希望盡小成功人，希望將中華民族幾千年嘅傳統自主文化保存在台灣，帶進來老家，希望老家嘅子孫呢，代代相傳，用呀傳統嘅正統嘅自主文化嚟沿用。雖然葉俊輝謙虛嘅安尼講，自家無乜嘅偉大嘅夢想，不過葉俊輝其實還係堅秉持佢一直以來大跳數分嘅勤奮精神，堅持人生最大嘅兩個夢想，用阿美名嘅成立嘅基金會幫助教育點種，還有數本對史嘅分享資助。老台灣嘅自主觀念同家鄉推行，本後人都對愛緬懷老思念感恩。